據道經記載，道教起源於渺渺浩劫之先，天地未分之時，宇宙混沌，日月未光，太上老君生於其間，化名為盤古，經過五太：太一、太初、太素、太始、太極，輕清氣上浮，從濁氣下降，形成開天闢地，又有原始三氣，化生三天。老君以雙眼化為日月，毫毛化為星辰，肌肉化為風郁土壤，骨骼化為堅硬岩石，呼吸之氣化為風雲，聲音及眼中神光化為雷電，身中血脈化為江河湖泊，頭髮化為草木。由此陰氣上升，陽氣下降，萬物生成，人倫興遠。之後老君返回天宮，越太虛為體，太微為澤。之後老君化身數次，歷經81化。軒轅皇帝時化身為廣成子，授予皇帝養生之道。春秋時化身為老子，轉下道德真經，教關尹子以修真之法。由此道脈興起，係東漢中葉，距今1800多年前，即係東漢順帝時，老君降於蜀都，授予天師張道陵正一盟威及五斗真經，於四川鶴鳴山創立了天師道教。春秋時期，老君復受道於東華帝君王元普，漢代東華帝君受道於正陽祖師鐘離權，至唐代正陽祖師受道於純陽祖師呂洞賓。去到北宋末年，鐘呂以仙降於金河橋上，授予重陽祖師以至道。重陽祖師會四海中風於一壇，在活死人墓中苦行修煉，傳道於山東。全真七子在獄中風，傳於後世，教法大興。